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
感谢你，你的恩典满满跟我们同在。在这个母亲节，天下的妈妈一起领受祝福的时候，我们一起聚集在圣殿，一起敬拜你。愿荣耀都归给你，愿恩典也是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愿今天的聚会满有你的荣耀，每一位母亲得到尊荣与祝福。神啊，愿今天的礼拜你在我们当中，透过你的话语来勉励我们，来激励我们，来建造我们。愿神的恩典在每一位母亲的心中，每一个母亲的身上。感谢赞美你，我们将这个礼拜交托在你的手中。愿神跟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能站着，我们一起来祈念我们的新的诫命，来明白主的教训。一起来开口：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感谢主，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给隔壁的妈妈祝福一下，祝你母亲节快乐，好不好？感谢主，我们进行下面的流程，牧师做一个邀请跟报告。我们今天有我们的儿童、我们的小朋友要来唱母亲节的祝福诗歌。另外，我们的这一个讲道完，我们今天有医治祝福祷告因为我们下个礼拜、下礼拜时间都不方便，我们今天在讲道完有祝福祷告，所以邀请楼上楼下弟兄姐妹，有肉体病痛需要医治，心灵的软弱需要扶持，特别邀请今天当妈妈的，你觉得你要被祝福，就等一下就来到前面来，我们要有同工为你做祝福的祷告。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恭受上帝的话，一起来听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有2处，第一处记载在诗篇128篇第1到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因为上主的人多么有福啊！遵行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你劳碌得来的够你食用，你必定快乐，凡事亨通。你的妻子在家中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像小橄榄树。敬畏上主的人必定这样蒙福。第2处圣经在箴言31篇28到30节，一起来读，请。贤惠的妻子哪里去找？她的价值远胜过珍。她的儿女敬爱她，她的丈夫称赞她。她的丈夫说：贤惠的女子不少，但你远超过她们。娇艳是靠不住的，美容是虚幻的，只有敬畏上主的女子应受赞扬。圣经读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听他话语的人。等一下，我们要请主日学可爱的老师和孩子来献诗。献诗结束后，请夏牧师讲道。今天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敬虔母亲家庭堡垒。
阿门。好，我们谢谢可爱的小朋友唱这一首《风和爱》，要小朋友拿一束那个康乃馨送给妈妈，请妈妈站起来，他们比较好认得你，好不好？妈妈请站起来，妈妈请站起来。好，拿到了再坐下。小朋友快点来了，小朋友看到妈妈就放送了，不是找自己的妈妈哦，所有的妈妈都是哦。好，来。有妈妈就送给他啊！拿到了请坐下。好，还有没有拿到的摇摇手。来，我们小朋友赶快，还站着的妈妈，不要让他站太久哦。好，赶快，还有，楼上还有人没拿到，还有妈妈没拿到的。好，每一个人一束康乃馨，祝福每位妈妈平安喜乐，祝福满满。还有没拿到的吗？还有2位，好，祝福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哈！好，我们谢谢可爱的小朋友，再给他们掌声好吗？可爱的小朋友，谢谢，感谢主哈，感谢主。满满的爱，希望每位妈妈拿到那束花是感觉这一生很值得啦哈！妈妈的爱就是这样的恩典。我们先来祷告，然后准备来分享神的话语，一起来祷告。谢父神，感谢你，你爱我们，借由妈妈、母亲在每一个家庭，让我们从小得着美好的照顾，在弱小的时候有妈妈的保护，让我们茁壮成长。我们一生再怎么样的辉煌，我们都记得母亲给我们的爱。主啊，我们特别从你的话语得着激励跟学习，也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看见神的话语给我们的感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分享神的话语，透过诗篇128篇，还有箴言31章，一起来领受这个主题，就是一个敬虔的母亲，就是家庭最坚固的堡垒。有敬虔的母亲，就有一个坚固、健康、蒙恩的家庭。等一下，我们一起学习经文，然后我们先来从这个主题来学习，就是敬畏上主的母亲必得着恩典。我们刚刚看的诗篇128篇，他这样说：敬畏上主的人多么有福啊！遵行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这句话成为一个开头，一个起始。这个起始就是从敬畏神开始，这个母亲、这个家庭必得着恩典，这是一个顺序哈。那有2个主要的恩典祝福，就是第一个，凡事兴盛。圣经这样说：你劳碌得来的够你食用，你必定快乐，凡事亨通。劳碌得来够你食用，这句话很平常，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切祝福的开始。我们人基本的需求不多，当你劳碌又得着够用的食用，那你就有恩典跟快乐，因为你有满足的快乐，而且凡事亨通，就是你做的事情，在神的恩典之下，你会看见神给你的祝福，一切的困难、艰难、挑战，神会帮助你超越它。第2个祝福是什么？是家庭的兴旺。这段经文非常的经典，他说你的妻子在家中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像小橄榄树。换句话说，用葡萄树跟橄榄树就是结实累累的这种树种一个果实，来见证母亲妻子在家庭中一个恩典。我们知道，妈妈生孩子是不简单的事情，
但是结实累累就是更多的祝福。虽然今天我们台湾少子化了生育也不是这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从古时候到现在，结实累累的家庭，一个子孙满堂，就是最原本的祝福的一个象征。那圣经这样跟我们说，就是敬畏神的家庭，敬畏神的妇女，敬畏神的妈妈，她就会得到这样的祝福，就是凡事兴盛，家庭兴旺。同样的，在箴言的31章10节跟28到30节，他这样给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诠释。他说，有贤惠才德的妻子，她的价值远胜过珠宝。意思是说，一个有恩典、有祝福、有敬虔的妻子，或是太太，或是妈妈，她的价值是超过我们所平常在一般社会的价值观，一些珠宝的总和还更宝贵。我们最近因为全世界的那个金价那个黄金的价格飙高，很多人都抢着买黄金听说中国大陆那边一大堆人抢着要存黄金，因为黄金保值嘛，黄金在战乱的时候是最好的一个价值的代替嘛。那我们不管如何，你看到这么样宝贝的财宝，他说贤惠才德的妻子还胜过他，因为这个是替换不了的，财富是替换不了的，是有才德跟贤惠的妻子。有什么影响呢？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这样说：他的儿女敬爱他，他的丈夫称赞他，贤惠的女子不少，但你远远超过他们。换句话说，在先生的心眼中，儿女的心眼中，他是这样子的，非常非常的珍贵的。台语的圣经还多讲了一句，他说他的儿子呢早上醒来就给他祝福了他的儿女敬爱他。我们可以看见说，常一直俗语讲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对不对？其实人的美貌或是外表，其实是根据人的感受而来。所以情人眼里她就是最漂亮、最美丽的。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才德的女子，从自己的眼光，她是超过一切的。就好像说，我的妈妈最伟大，也是一般的人这样的称呼。因为爱是有流动的，爱是有相互的。别人再怎么多的爱，我感受不到，就没有那样的体会。所以孩子心中最伟大的母亲就是他妈妈。先生称赞贤惠的女子，也少不了她。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见说，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价值观。他说，娇艳是靠不住的，美容是虚幻的，只有敬畏上主的女子应该受赞扬。换句话说，我们外表的娇艳美容是神给我们一个礼物，但是它不能长久留着，它也不能成为你的一个永远的价值。但是有敬畏上主的女子才是最宝贝的。就好像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般人的年龄随着年龄的长大，我们的身材啦，我们的外貌都会改变。那你不会认为说一位妈妈已经脸皮皱了，身材变化了，你会觉得妈妈不漂亮，因为你在你心中，妈妈永远是最美丽的。同样的意思，外表的娇艳跟美容，它不是长久的，但是敬畏上主的会带来永远的影响，永远的祝福，而且是不减低的。这个才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个价值观。美国最受尊敬的总统叫林肯总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若拥有一位敬虔的母亲，就不算贫穷。意思是说，我们家里的家境好不好，另外一回事，只要我有一位敬虔的妈妈，我家是最富有的，我是等于是最幸福的。因为敬虔的母亲会带来一切美好的改变。我们看到历史上很多伟人说他们的成功或是他们的祝福，是因为原来有一位敬虔的妈妈，奥古斯丁的妈妈，林肯的妈妈，撒母耳的妈妈。他们不能给他们改变什么命运，
不能创造什么，但是他们有一个敬虔的心，然后神就为他成就了。所以有人这样说，敬虔的母亲就像圣灵保惠师一般的天使啦，她教导我们认识智慧。换句话说，妈妈教孩子知识、学问，那都还其次，重点是因为她是敬畏神的妈妈，所以会给孩子带来智慧。因为真正的智慧是来自敬畏上帝，有敬畏神的妈妈，她才能把智慧留给孩子，让孩子一生享用不尽，就不会觉得我是缺乏。所以林肯才说，因为敬虔的妈妈，她永远不算贫穷。感谢主。我最近看到一个文章，就是在台中忠孝路教会退休的王武聪牧师啊，他已经退休了啊，不过还是很活跃啊，到处去见证，到处去分享神的话语。他讲了一个他家里的见证，他说：“我很庆幸有一位有敬畏上帝的父母，他们的祷告生活的形象深植在我的心里面，他们的祷告也成我一生服侍很大支持的力量，且成为儿孙的祝福。”这位王牧师在我们长老教会当中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得恩典的牧师，因为他牧养的忠孝路教会当他退休的时候，他们的教会人数超过1000人的，长老教会要超过1000人真的不简单。而且他们的教堂盖了一间非常得奖的一个大教堂好的花了好几亿盖的比我们教会还大1倍。恩典，他说是因为有父母亲一个美好的信仰的典范跟祷告的生活。他特别提到他弟弟的家庭就他本身是当牧师，他的弟弟的家庭，他说他的弟弟可能早时候没有好的教育，所以很早就上北部夫妻上北部打拼了去那边工作生活，然后2个可爱的孩子。他说他的爸爸每一天早上6点会打电话去台北这2个孙子，把他们叫起床当准时的闹钟了叫他们起床，而且都为他们祷告，一直到大学毕业。他说阿公每天的祝福祷告，这2个孙子就领受了极大的恩典，上帝极大的恩典，也种下服侍人服侍神的种子。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成就不能代表全部啦，但是他是见证说2个可爱的他的侄儿老大很会读书，所以呢一直都是学霸。后来呢成为教育部给他做一个公会留学，到美国的哈佛大学读书。后来他因为成绩很好，就被聘请到芝加哥大学担任他们的心理中心的主任。然后这一间大学也是美国出名的大学，他们那边他们所研发出来的心理的报告啦，或是教育政策啦，成为政府推动教育政策非常好的参考。一位外国人拿到美国的国家竟然被邀请成为一个当地他们很重要影响力的机构的主任。那老二呢，小时候不大会读书，但是因为神的感动，阿公的祷告，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去读了关渡圣经学院。那个时候圣经学院比较不是主流的大学，但是他就是读书的时候慢慢好像开窍一样，竟然是最高成绩毕业的。后来他就愿意接受差派去牧会，在台北，在那个大概是在淡水附近建立教会，而且成为一个热心服侍神的牧者。每一年他都会安排去到哪里？去到非洲的地方，远到了非洲去那边传福音。他说他的弟弟也没有受过什么好的教育，没有什么好的家世背景来培养孩子，但是神就是透过阿公阿嬷的祷告祝福，他们就领受这样的恩典。这个见证很多啦，讲不完。我想弟兄姐妹，你们身上也有很多这样的见证。所以敬畏神的妈妈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呢？她就是认真祷告来敬畏神，那为什么会对儿女有极大的影响呢？在这个
心理学界有一个研究，他说，婴儿跟母亲之间有很有一种特别，这个字有点错误啊，就是有一个印痕的现象 ，imprinting 的现象。他这个研究，他是说，好像妈妈在最初孩子出生之后，有一种很奇特的一种模仿，或是一种把 copy 过来给孩子这样子。啊，他研究了很多动物，他说这个印痕现象呢，在小动物出生后会固定它的第一个学习的视觉、听觉、触觉的经验。比如说，他一出生，谁在他旁边啊，他就会学习。我们常常看到一个有趣的故事，不是有那个一个蛋孵错了，被别的物种孵了这个蛋，那这只鸟一破蛋而出的时候，把孵它的这个鸟当成妈妈嘛，就是对好的印象就是第一个孵它啊，跟它在一起的。那婴儿跟妈妈就是有这样的很奇妙的一个学习的哈。他说这个会永远留在脑中不消失，并且跟随这个目标跟对象。好了，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婴儿跟母亲之间呢，藉由印痕的作用，婴儿以后的行为，无论是模仿，或是对声音、颜色、形象、刺激所产生的反应，都以母亲为第一印象，当模范，因为那个就神给人奇妙的一个影响，啊，那个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我们知道说鸟类、鱼类，他们从父母亲领受到这样的基因之后呢，他们会回到原来他出生的地方。再怎么远，鲑鱼会回到原始它出生的地方。你说谁告诉他的呢？那这个就是印痕的作用哈。那我们从这边也看到说，因为敬虔的母亲，她这个印痕会影响到她的儿女哈，影响到她的儿女。那英国的一位教育家叫做乔治·赫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一位良好的母亲胜过100位教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我们的老师再怎么优秀，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再怎么好，我们不要有一个心态说：“哎呀，我不会教了哈，啊，我也没有什么好的专业知识了，我就交给老师来教。”那这老师只是一部分，他最大的影响就是从妈妈而来。啊，所以因为好的母亲却借由印痕的作用，将信仰敬虔的信仰传给下一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神给人类的一个特殊的能力，这个能力没有人可以取代。感谢主，我们知道母爱会带来美好的生命的塑形，母爱会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足够的恩典、力量、信心走前面的道路。那我们更确认说，有一个敬虔的母亲是神特别的祝福。我们可以从中文的文字里面一个女字哈，看到女生的形象，她的那个最早期啊，比如说像那个甲骨文啊，或是篆书、隶书这样的字，那个女是这样子的，看起来哈跟现在的女有一点像又不大像哈。那个文字专家都把它研究说，这个女这个字原先就像一个女生哈，很温柔端庄的跪坐在地上。地板上，或是床上，或是客厅的那种形象，就是温柔端庄的形象，很像这样的古时候的陶俑啊，就是这样子哈。用这个女的字的形象是从这边而来哈，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古代的女子哈，她们用这样来表达出她们的温柔端庄哈。那母亲呢，就是看到。这个形象的字是这样子的，多了2点多了2点。然后，其实文字专家说，其实这一个情况就是代表什么呢？它是代表母亲带哺乳给孩子这样的形象，这样的形象，母亲在喂孩子哈。他说母字是甲金文从女字从2点，2点只是哺儿之两乳。以哺乳的女子为母亲之象征，那等于说，这个就是妈妈独特的能力，没有任何的那个人类或是别人可以代替哈。
那这个是很奇妙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婴儿呢，他在未懂得向母亲讲话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怎么样向妈妈展开双手，向妈妈伸开双手，就是人类表达感情的基本的本能。孩子可能似懂非懂，但是看到妈妈手就伸出来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印痕在妈妈的身上，那个味道、那个声音、那个形象，已经在母亲的因为孩子的印象中已经永远不能离开了抹不掉了。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希伯来的一个古老的谚语，他这样说：上帝不能分身到各家去，所以他创造了许多母亲。这是我们在母亲节感觉最温馨的一句话。不过我觉得有人会把这句话误解说上帝不是全能的吗？为什么他说不能到各家？本来他就无形无处不在的为什么不去呢？我是觉得应该用今天的话字来解读说，上帝要使各家了解他的爱，所以他创造了许多母亲。因为上帝看不见他的爱怎么样表达派妈妈来最好，派妈妈来就可以感受到。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了。我们说主耶稣他是天上上帝，他为了要让人民百姓明白上帝的恩典，所以他就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为了让世界宣扬上帝的爱，宣扬上帝国的福音，要见证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如看见天父。”那我们也从这样的解释，妈妈其实就像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上帝的恩典，让每一个家庭去感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们都知道每一年我们在庆祝母亲节我们特别对妈妈表示感恩讲了很多祝福的话或是感谢的话。那我们也感觉很奇妙，没有爸爸会说吃味，说嫉妒。哇，你们都庆祝妈妈母亲节，哇，好大好大的祝福为什么爸爸好像觉得被冷落了？我想，当爸爸的不会那么没有风度了，因为真的妈妈就是她独特的存在，爸爸也代替不了。虽然这个世界也有人父代母职的都有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母亲带有上帝赋予的奇妙能力。如果我们讲夸张一点，他就上帝借着他做了很多奇妙的事、神迹的事，一般人做不来的，但是妈妈做得来。我想在座的母亲，你一定能体会其中一二了所以养育儿女成为世间最奇妙的光景，也是世人所赞叹最美好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父母亲共同养育儿女，这是天经地义，也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但是母亲很多角色，它有独特性，而且是不可替代性。即使爸爸用同样的爱来照顾小孩，但是就很奇妙，妈妈的那一种特质是模仿不了的所以这才说母亲很多角色是具有独特不可替代性。所以有人这样子说，母爱呢被认为是最崇高伟大的，也是所有的情感关系中最神圣的，因为母爱有利他不自私的性质。那这个就是我们联想到耶稣的爱，在母亲身上看见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模范的典型，展现出主耶稣的爱。因为母亲的生命里面不但是看到上帝爱的 DNA， 母亲也像是扮演着圣灵的角色。什么圣灵角色？因为她成为生命的孕育者。妈妈10月怀胎，这样的生命的历程是没有人可以替代。所以我们也常会看到一些电影或是科幻的故事啦，就是说有一个国家它是女人国，是女生掌权的，男生只是一个附属的，然后他们呢用现代的科技让妈妈可以怀孕生子，但是不是用家庭的模式，她负责生孩子来就有国家一个专业的
那个养育机构来培育孩子，这个妈妈是战士，她是勇敢的国家的勇士，她不用负责照顾孩子。看起来好像一个奇幻的一个科技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说，即使他能养育孩子非常好的这个设备或是怎样的环境，但是我认为他就缺乏了妈妈那个角色。再怎么好的照顾都不能替代母亲，因为母亲是不只是生育儿女，而且她重要是养育更重要。所以母亲的职责不只是负责生，而且养育是更重要。我们都知道，养育的过程比生更难。所以呢，我们常常看到社会有一些就是这个家庭有些变故那孩子不是亲生的母亲所抚养，给另外一个家庭抚养，我们都会讲说，养的比生的更宝贵，因为那个养育是长期的，而且是更不简单的。所以我们说，主耶稣的牺牲的大爱，最普遍在母爱中展现出来。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歌颂母亲的爱？只要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怎么样爱百姓，他怎么样为我们人来牺牲，献出他的生命，我们就可以从妈妈看出一个雏形出来。所以我们把它说，母爱被形容是爱的最高的层次，好像上帝的爱一样。弟兄姐妹，我想在座的每位母亲，你会体会其中的一个。我们可以用一个角度，我们不是常在我们的信仰或是我们的生命圣经真理当中说，我们每一个都是平凡的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那我们又一方面又为什么会把妈妈凸显得那么高呢？它有点跟我们认知的说，人类是有罪的，人是软弱的，人是不完美的，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好像故意要凸显妈妈。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常又听了一句话说，为母则强。换句话说，当你有了妈妈这个角色的时候，神已经给你特别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只有妈妈这样的恩典才能够克服这样的艰难。所以常常很多故事当中看见母亲爱小孩的一个故事，或是一些事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见。前几天不是在中部发生了一个火灾吗？火灾突然间火很厉害，很快就蔓延出来了。那这个爸爸跟妈妈就跑了出来，突然间听到女儿还在里面，所以这个爸爸就不顾3七2十一就冲进去为了就是要救这个孩子。但后来很遗憾的就是说，新闻报道说，爸爸跟这个女儿就在浴室或是哪边就跑不出来，就丧失了生命。我想说，我们看到危险都会离开嘛，都赶快逃避。为什么有人会故意要冲进去呢？是因为那种无形的父母的爱是没有办法去割舍的。即使知道他说几率可能不到一半，或是甚至几乎不可能，还是想冲进去。神给人类这样的特别的能力，我想就是因为这样，人类才可以继续存活，或者说人类才可以一代半年一代。如果大家都顾自己，可能人类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了，因为没有那种特殊的恩典跟爱，就没有办法让生命继续延续。其实，一般动物的母亲也是这样子，有的动物的妈妈为了照顾自己的小孩，当有外来的威胁的时候，她能够勇敢，即使力量差了好几倍，她就勇敢跟他对抗，就是为了保护她的孩子，甚至牺牲自己，然后让孩子安全。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恩典。那在2008年8月30号，在10几年前，四川有一个地方叫攀枝花发生地震，像我们403地震一样，发生很多土石埋起来，房子倒塌了。那救难队员就赶快过去，要从土堆中就挖出了2个罹难者。看起来已经那个是泥土的，都已经掩盖很久了，所以救不起来。但是看到说
在遗体的姿势来看，很像是一位妈妈为了保护小孩，所以从背后把他紧紧的抱住。然后在挖掘的过程当中，因为不能用机器嘛，所以用人手来挖。当时有一位也是应该是属于那个消防队的一个人，他就拍了一张照片，留了下来。那很多人看到这张照片，就感觉是那种感动，或是一种对母亲的爱展现出来所以那张照片就变成当年最佳的得奖的现场的照片，就是这一张。因为妈妈抱着一个孩子，然后被泥土掩盖了，这些救难人员用手来挖掘，因为这位妈妈不能做什么，唯一就是保护自己的孩子。虽然这2个人后来都罹难了，但是很多人从这张照片得到很多的感动，因为这个是天性，没有人能替代的。为了要保护孩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起来这边来祝福母亲，来歌颂母亲，是因为神的创造，神美好的安排，不是人有能力做什么。所以一位敬虔的母亲，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位妈妈回到创造的上帝的原始的教导当中，或是从神的能力当中，因为你的敬畏会带来奇妙的改变，带你的儿女。我们做父母亲的最大的操心就是，我的孩子怎么样教他是最好的、最棒的最称心的。但是请记得，一切人为的努力固然是好，但是当你回到敬畏上帝的心，你就会得到更多的祝福，因为神已经为你铺排了最美好的道路，让儿女在最美好的地方成长。所以一方面我们是在歌颂或是在赞美主透过妈妈给我们得到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是借由孝敬父母，然后来成就生命的美好。圣经我们上个礼拜也读过一次，以弗所书6章2节，他说要孝敬父母，你就事事亨通，在世上享长寿。换句话说，特别这句话还注明说，这是上帝所称许及命令之事，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反正说没有任何的理由，这是神的规定。那神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有人以为说，哇，孝敬父母我们的古人也这样教导我们，我们的传统就是这样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有更美好的学习。什么学习呢？是因为你孝敬，就是成就母爱的完整来回了。怎么说呢？有一般坊间的话叫回向。你孝敬父母，才让父母给你的爱产生一个美好的 circle 一个循环，而且这个循环会一直延伸到子孙。所以，我们孝顺父母固然是神的要求，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但是其实如果从个人来讲，它是让你自我的生命更成熟、更完整，你会得到最美好的应许。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省思，就是说，我们一个人事业再怎么成功，他如果缺乏爱心、孝心，没有孝敬这一块，那他的成就就是不完整的，是有缺憾的，是好像觉得失去了什么。人家再怎么赞美，就缺了那一块。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以前比较明显的有一些在社会有成就的人，或是他有钱的人，或是他有地位名声的人。当他的家人在长辈过世的时候，父母亲过世了，他会大力的排场，哇，摆了一大堆祭物啦，或是所谓的那些场面呐，五柱靠崩啦，那些花车啦什么的，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不知道他到底真不真的孝顺啦，但是他为了要表达说，我这个人不只是社会成功你看我多么优厚湾北部你看这个排场谁摆得出来？所以重点是在于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的孝敬父母，是因为你从父母亲得到的爱，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那你的生命就是最
扎实、最完整的，就没有缺憾的。当然，我们知道孝敬父母亲的方式，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很多种的方式。别人这样方式的孝敬不一定是适合你，但是那种孝心的呈现，让父母亲感受到这位儿女对我的爱，那就是最主要的。弟兄姐妹，在10几年前，我们台南发生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事情，因为有人在奇美医院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呈现说，一位退休的我们调查局的人员，姓丁然后他年迈的妈妈已经非常的瘦小，行动不便，坐轮椅也坐不住了，所以呢，他是这样子做，他就是用一条花布巾，好像在背婴儿一样，把妈妈背在胸前，然后到医院去候诊。那可能是那边在看诊的一个人，他把他拍这个照片就po在网络上面，就轰动起来。很多人看到这个画面就感到他细心耐心的呵护的画面，令人很感动。所以他被人家把它封成孝行哥了孝行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这张照片是像一个妈妈背着小孩子的照片，因为这母亲已经很瘦小，大概没剩几十公斤但是至于儿子的爱，他为了让妈妈得到最好的医疗的照顾，他宁可用这种方式让妈妈不会觉得很困难，能够顺利得到医治顺利得到医治。那这个就是一种很奇妙的孝心的循环，爱的循环，然后母亲的爱现在变成被爱、被照顾。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看见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刚刚我们不是谈到印痕作用吗？这是神奇妙的一个创造。其实孝顺也会借由印痕的现象，循环到后代子孙。就像上个礼拜我们曾经提到偏心或是父母亲的不好的一个模范，会示范，会让子女也这样子学习。我们不是提到说，可能家暴的父母亲会让孩子以后也成为家暴者，吸毒、赌博或是不好的行为，好像也会影响到孩子。其实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对父母亲这种行为很气愤但当他当父母的心又犯了同样的行为，那我们会看到说，孝顺这个美好的传承，会成为家庭最重要的堡垒，因为母亲的爱是天生的，然后孝心是出自内心的一个回馈，然后会让这个家庭一直在善的循环当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这个家庭的家风很好，这个家庭的传承非常的棒，是因为就是有这样美好的传承。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起来祝福每一位妈妈有神的恩典，因为这样的力量从神而来。当我们有敬畏的心的话，那样的能力，我们人的缺失、人的软弱、人的败坏会减少，然后神圣的恩典、神圣的祝福、神圣的力量就会产生的更多。愿每位母亲因为被神所眷顾，得到更大的能力。愿每位弟兄姐妹因为你的爱、你的孝顺、你的孝敬，被神所祝福，也成为你的家人一代再一代美好的循环。这个循环是神给你这个家庭最美好的礼物。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祷告之后呢，我们要请我们同工预备。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有肉体的病痛，或是你有心灵上的需求需要代祷，特别是在座的妈妈，你觉得我需要被祝福，成为一个神恩典祝福的妈妈，有神特别能力的妈妈，我们要被祝福的都可以到前面来，也欢迎我们在座的长老、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代祷同工，还有我们的敬拜团的服侍者一起来，借由这样的祝福祷告，让神的祝福在我们每个人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你在人类当中
让母亲成为每一个家庭的支柱堡垒，是因为他们有神特别赐予的奇妙的能力，是一般人做不来的。但是当母亲的时候，他们就展现出神奇妙的作为，爱的力量，让孩子能在爱的当中成长，能得智慧，得恩典。主啊，我们求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做母亲的，有这样神给他们的能力，也让每一位做子女的知道，我们的孝敬不只是义务，而是让我们的生命更成熟、更完整的一个回报。神啊，让我们在这一个母亲节当中高举尊荣妈妈，也让妈妈的能力透过神的恩典、敬虔的能力，让每一个家庭成为最坚固的堡垒，让在社会当中成为所祝福的出口。感谢赞美你，我们要一起透过医治的祷告，来看见神的力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展现。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请同工带领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医治我》，然后在唱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要客气哦。需要被服侍的，包括肉体病痛、心灵的软弱需要关怀的，特别妈妈需要被祝福的，都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也请同工预备服侍者，让每一位得到最好的服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起来唱。要上帝为他铺这段，将产的蜡烛他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喜难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我们一起开始，请到前面来。弟兄姐妹要被服侍的，请不要客气，走到前面来，一起来得祝福。感谢主。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昨天。再一次医治我，唱这一段医治我，不要客气哦，弟兄姐妹，包括妈妈要被祝福的，都到前面来。妈妈要被祝福的，到前面来。肉体病痛的，或是有家人需要关怀代祷的，都不要客气，到前面来。要受服侍的，可以站在第一排，可以松一点旁边。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再一次唱一次，医治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同工可以开始在受服侍者的后面预备心来服侍。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我们音乐继续，我们在前面的弟兄姐妹在后面的服侍者一起开始来做服侍的祷告，愿神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来展现。我们开始来做服侍祷告，如果还有不够的，我们才第二次不够的可以第二次。来一起祷告，姐妹你要带到什么？
痊愈。弟兄姐妹也可以继续在自己的座位上祷告，愿神医治我们每一位，还有你的家人，你所爱的朋友、家人都能得医治。感谢主。还没服侍的可以举手，还没服侍到的可以举手。哈利路亚！再一次，医治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试下医治，试下医治。医治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我们音乐继续。牧师要邀请各位，无论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身上。当你靠着信心交托的时候，神奇妙的医治就要临到我们，不是人的能力行为，而是靠着信心，神的医治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做祝福的祷告。谢天父上帝，感谢你站在前面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存着渴慕的心、盼望的心，求神从天上赐下医治，赐下释放，赐下平安，赐下恩典。主啊，每一个人的需要不一样，但是神知道，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仔细身上的需求。我们也为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为自己、为家人祷告。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恳求主啊，你告诉我们，凡有信心的就必蒙福，信心的又必神的回应跟恩典。我们要靠着信心得医治，求神在我们当中来动工，神的神迹奇事也必要在弟兄姐妹的信心当中来展现。神啊，将这样恩典赐福在我们前面的弟兄姐妹，以及在座的线上的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神的祝福，看见神奇妙的应许，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有神迹奇事，让我们许许多的见证，从我们的信心的祷告来成就。奉你名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好，我们请回座，请回座，谢谢。愿神医治临到我们当中，感谢主。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要先做奉献，奉献完我们要给妈妈来赠送礼物祝福。好，我们一起来奉献。请起立，我们来唱奉献的诗歌。归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使我
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好，我们在我们的诗会报告之前呢，我们的执事长执要代表来赠送一个小小的礼物给现场的妈妈。我会请妈妈再站起来一次好吗？母亲请站起来。我们的同工要发一个礼物给你，你拿到了再坐下，可以吗？好，我们为每一位妈妈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拿到了礼物再坐下拿到礼物再坐下，谢谢。拿到了就可以坐下了。楼上好像还很多人没拿到祝每一位母亲节快乐愿神跟你同在，祝福你。好，没拿到的举手，摇摇手。好，差不多了好，我们请诗慧先来做报告。好，我们先来读本月金句，在周报最后面，或者请看 PPT。诗篇139篇23到24节，请。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篇139篇23到24节。接下来我们来看周报。下星期私会是杨中和执事，其他的服事同工请自己注意时间。个人奉献的明细记载在第7页，请查阅确认，若有错误，向财务部同工来订正。第4页第2点，教会有准备全家福的那个场景，如果还没有拍照的话，请把握时间。然后在1楼有一些道具可以使用除了那个举的那个牌子之外，还有一个假的 LV 包包，但是我们女生很喜欢的还有那个有些方块那写 MOM 的那个都可以拿起来用。好，第4点，下周主日5月19号是圣灵降临节，早上在教会会举行圣餐礼拜，请兄姐预备心，踊跃来教会同享及纪念上帝的救赎恩典。下午在长荣大学体育馆举办圣灵降临节全球奋心祷告会，参与的弟兄姐妹也请注意时间，这个等一下牧师会更详细的报告。第5页第8点，代祷团的讯息，因为要迎接50禧年，所以我们要出版祷告的树见证集第2集。那如果这几年当中，你的个人、家庭、工作、信仰、服事等等，有一些生命的见证，欢迎你与大家来分享神的恩典与慈爱。字数在2000字以内。那如果有困难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请求协助。那投稿请寄给教会秀婉干事，或者是慈宝团长，或是寄给我 ，email 都在第5页上面。第9点，代祷团队报告。为了让教会在车辆管理上更完整，除了汽车要登记，现在机车的车牌也要重新登录。登录的方式有3个，第一个是在1楼公布栏来填写，第2个是扫描 QR code， 第3可以直接到办公室来登记。其他的报告事项，我们请牧师来补充，谢谢。好，谢谢我们弟兄姐妹，请问妈妈还没拿到礼物的，记得再摇个手花那个康乃馨的花，如果没拿到的，也请不要客气，再跟我们的同工来报备一下。我们今天欢迎有一个家庭了王建元弟兄，还有王星星、王子慧一家人，请你们站起来，让我们拍手欢迎你，欢迎欢迎。
是我们建伟的哥哥的一家人，对不对？建伟在哪边？好，建伟在旁边。好，欢迎你们哦。还有别人吗？楼上还有新朋友。好，来，请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好不好？牧师没有名字，来欢迎你。啊，欢迎你来，新朋友来。我们送一个小礼物给你做纪念。好，请坐，谢谢。好，谢谢。啊，牧师就按照我们有几张图卡，牧师再做一点补充了哈。这个是我们全球祷告会，我们下个礼拜不是圣灵降临节吗？早上我们2堂礼拜要请我们的曾牧师来主持正道还有圣餐，请大家特别在这个时间不要缺席，因为是圣灵降临节，就是教会的生日神透过圣灵的那个带领，让我们建立了教会，从初代到现在要透过圣餐来纪念主的恩典。那全球祷告会是在下午2点开始，在长荣大学的体育馆，那边可以容纳3000多人那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一共报名了1000人100人我们长老教会负责1000人，所以我们等于占了1/10我们80几间教会，我们报名的人数是最多的。刚刚三营只在问说还可以不可以报名，我想应该没问题。你如果想要报，赶快加进来。但是有一个重点，我们报名的100人当中，有30几位要搭游览车，其他人自己开车去。所以呢，对60个啦，那要2辆吗？要2辆车。好，那2辆车可以分别啦哈。第一辆我们要在1点就出门，就是所有参加服事的1点一起出好，2辆都要1点出意思是说要搭游览车的一定要1点出发，在楼下集合其他的弟兄姐妹自己去。如果是你是服事者，1点半要到其他参加礼拜的就2点以前到，这样知道我们会图卡，会告诉我们停车场在哪个地方。听说只有机车不能停了，其他开车的进去都可以停，因为机车它没有辨识号码，所以不让你进去。要停在那边有一个铁路因为长荣的一个长荣大学有一个铁路一个支线，在那边停车场停，然后再走进来。那如果有人还要报名，赶快跟我们的干事讲，我们才能够统计人数。因为我们要一个区块都是我们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因为有的比较远道的长老教会的，他们可能交通什么都很困难所以我们教会是报名最多人的再多一点更好所以赶快，但是如果车辆超过80个就没办法搭的了就是人都满了，其他要自己去。所以今天要报名可以再参加那来，我们就是5月25号礼拜六下午3点半有一个金花这个福音剧要在教堂这边演出。我们教会松年这个书法班我们的音乐班都要留下来参加我们邀请是弟兄姐妹不只是来看这出戏，是因为要你来邀好朋友、慕道友来参加，让他们从戏剧当中感受到主的爱、福音的传播。所以大家不要客气，邀请更多人。为什么会在3点半呢？你们看周报有写到我们教会呢，我们的云平姐妹跟永忠兄的女儿彩文跟秉汉弟兄要在那一天早上9点半婚礼因为婚礼完了，场地要整理所以可能3点半才来得及。所以欢迎大家早上来参加这个婚礼下午来参这个金花我们的信昌长老很热心还跑到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那个活动中心贴广告，邀请他们那边的百姓人，我们里民都来参加所以希望大家那天可以坐满整个座位这样子刚刚呢，我们三营执事有特别报告我们的布景1楼跟3楼的影像，赶快今天把握机会，有同工帮你拍美照。但是请记得一定要登记，才有办法洗一张这个实体的照片给你，要不然你只能下载自己存或者你要自己去洗几张都没问题。但是教会赠送1张实体的照片，但是你要登录登录在上面那些道具好好用好好使用希望这个礼拜天大概过几天同工他们就要把它这个
拆卸下来啊，所以赶快把握时间来哈。好，那还有一个报告就是很重要，要你们预留时间。我们有一对牧师夫妇，潘庆章牧师、吕志荣牧师，他们要在6月来我们教会举行这个培灵会，这是我们庆祝50周年，等于是起跑，我们要开始来装备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看这个是他们在嘉义新盖的礼拜堂，很漂亮哈。所以那天他们也要同样说，如果大家感动，为他们的新建堂的费用来奉献了哈。但是主要是要来培灵，有四个培灵会4场，主题是点燃生命，领受复兴突破。那4场是哪4场呢？有一个时间大家比较不习惯的，就是礼拜6晚上。礼拜5晚上我们通常都会有祷告会，所以大家习惯在这个间来聚会。但礼拜6通常是大家休息，或是就有圣歌队练诗。但是那一天晚上，我们在礼拜6晚上也有1场培灵会，而且他们很感动，就是他们全教会都要来。一个教会应该大概100，他们刚开始嘛，100人100多人左右，他们全教会都要来参加我们的他们要野外礼拜前半段他们都要住在这边，在礼拜5、礼拜6、礼拜天3天但讲足甘心的，规教会拢来这4堂培灵会是有连贯的，我希望大家把时间存起来不要有其他额外的节目，就专心来参加这个培灵会，因为我们要庆祝50周年一个造就那有2场的4场培灵会以外，有2场的造就会。第一堂也是礼拜6，所以等于礼拜6整天都有活动6月22号礼拜6早上10点到12点是长职小组长侍奉团队同工的造就会。那这个要有一个报名的动作，因为我们需要先做一个人格的测验这个测验才有数据，所以最近就要开始了。所以原则上我们所有的核心同工，你就是当然的同工除非你不能参加不然大家都要来。那其他的弟兄姐妹，包括小组的同工服事的同工，你要参加的报个名，我们才能够拿那个应该是一个号码，让你去填你的人格测验资料才能出来所以一定要报名这个礼拜6的，现在就开始报名，因为要做测验嘛所以要提前作业。那礼拜6的下午3点半到5点半是我们的青年烈火特会，就是针对基甸我们的青少年，我们邀更多年轻朋友一起来受激励，他们的教会团队都要过来，包括带我们敬拜赞美，包括一切的培灵的会所以一共6场就对了4场培灵会开放众会友的，2场造就会，一个是长职小组同工一个团队要报名来做测验，另外是下午的青年烈火特会。好，再来是刚刚已经报告过见证集，如果弟兄姐妹你不习惯写稿，你可以用口头陈述，让我们同工帮你做抄写来做记录。再来是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我们的 EQ 小组人这个主题是要提早报告，是让我们做家长的能够把时间保留下来，让孩子不要有其他额外的节目来参加这个 EQ 小组人的一个儿童夏令营希望大家的踊跃来参加。那其他没有报告到，我再做一点补充了我们交通团队要登录这个汽车牌的号码，现在也包括机车也要，因为这样我们如果你的资料在里面，我们在查证，知道谁的机车、谁的汽车都有帮助。所以很简单，只要 QR code 的输入写你的名字，那就结束了，就传出去了我们在周报里面有。另外，我们要在6月16号举行门徒学校毕业的分享会，所以我们门徒学校1、门徒学校2的学员，请你记住下午的时间不要安排其他的节目。我们那天也要邀请我们的讲师还有小会员参加，6月16下午开始前半段有上课5点半才一个激励会，要请刘进展牧师来主持另外我们也关心教会我们指尖执事的妈妈陈朱素梅老姐妹在5月9号安息
享受85岁。昨天已经先行做入殓了这个昨天得到消息是要在5月20号520早上8点半左右来举行一个这个告别式。我们请为这个史前执事的家庭来代祷，求主赐下安慰他们的家庭被这个娘家还没信主了但是我们也一样的祷告祝福再来就是我们为严恒清弟兄台北宣教这个事工，他做完见证，很多弟兄人员反映我们下个礼拜要为台北宣教的这一群基甸的同工要做差派如果大家有感动，要奉献，可以做一时的奉献另外也可以做认养的奉献，因为这些小朋友需要长期的关怀一口200块你可以做2口、3口、4口，就是一个单位就对了另外我们连明的弟兄他上个礼拜开幕这一个知心体验馆在这一月当中一个免费的体验我们在楼下有一些 DM 可以参考我们也祝福他，也让这个每个人都享受到一种新的一种体验，就是身体健康的一个体验。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登录，因为需要登记才能够安排时间也今天呢，为了让妈妈吃大餐，所以今天没有爱心午餐请大家妈妈预备心，有儿女要请你吃大餐了我们就这样的报告，谢谢。请起立，我们来唱最后结束的诗歌。唱完后，请夏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承受你的名，我要永远承受你，我要天天承受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扶持、带领，与每一位妈妈同在，领受这样的祝福、能力、恩典跟敬虔，也是平安喜乐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